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到礼拜日，咱拢期待来到礼拜堂，甲见到咱的兄弟姊妹，还佫会当来见到咱的上帝，要同心来伫咧上帝面头前来敬拜主吼。咱要做礼拜进前，提先来做一个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阮是一群受恩的囝儿。伫礼拜日，阮会当来到你面头前，阮要伫遮同齐来感谢你、学了你。主你讲，凡若有重担来到主的面头前，你就要相属阮安息。主，阮是有福气的人，阮踮伫世间有做重担，做的病痛，甲细杖的甜伴。总是有主耶稣你来成做阮，来为阮担这个重。主，阮会晓交托，将阮的重担来交伫主你的手中。阮的生命中间，阮就要有望，嘛帮助阮会晓将阮的重担来交托伫主你的面头前。主，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主日。主你差派你的差派蔡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你要将你的话语搁一遍来激励阮。主你帮助阮，会当对伫蔡牧师的信息中间，阮的人会当学习，将阮的生命会当一步一步来行主你，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亲近主你。主你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的所有服侍，拢有圣神来踮伫阮的中间，来引带阮来敬拜你。祝阮将下面的时间、敬拜的时间，拢完完全全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引带带领。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大家平安，大家早哈！真欢喜，咱搁到上帝面前来敬拜，咱来锻炼咱礼拜要唱的诗吼，来157首，圣诗157首。我心无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灵魂若死一半。爱伫清气的水泉，互我罪过洗清，是对基督的保护。得到赎罪真相，这是咱这个月月定诗吼，来咱来唱第一节。第一节。我希望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第二节。我希望救主耶稣，因为是大恩典。好，两则就好。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咱心无主耶稣，
所以咱再来到伊的面前吼，咱才会得到福气甲快乐吼。来，咱搁来看591首，圣诗591首。今仔这首有的人可能较少听唱过啦吼，咱来写琴弹一遍吼。来，唱第一节吼，来。用心静心度，信用亲地基国，信靠你的话，随着我命路，我所你的话，我命看我过，专心仰望你。第一节，搁一遍第一节吼。用心静心度，信靠你的话，就找着我命路，我所以我有命看我过。第二节，勇敢不勇敢，我永袂放手你，我做你的主，永远袂放纵你，愿我大愿愿，我合天你，成就。好，咱来，搁唱一首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至圣的神，听阮祈祷。阮遮做你圣殿，你来赐恩典无限，请来我的眼前。咱唱第一节，请圣神来。第一节，至圣的神，听阮祈祷，阮遮对你圣殿，你来为赐恩典无，请来我的。第一节，搁一遍，至圣的神。阮祈祷，阮遮做你圣殿，你来赐恩典无，请来我的面前。咱今仔日，咱知影今日是什么节无？玉山金人伊的纪念主日对无？啊，拄啊，咱的顶头有讲过吼，搁一个。圣灵降临日，圣神降临节，对不？好，啊，所以咱的生活地等下要唱一首，吼，伫五旬节迄日，咱的姊妹真用心啦，吼，爱做这首来配合咱的节期。啊，咱知影伫五旬节、圣神降临节时发生什么代志？圣灵充满，耶稣。受定死了后的40日拢伫那个甲学生做伙哦吼。第50日才上天，这中间学生抑阁真惊吓呢。咱嘛知，大家拢因为老师王掠去啊，阁定死啊，所以大家拢皮皮抓。虽然若敲门拢无啥敢开，但是耶稣咱知影，咱圣经咱若大家识咱就知影吼。
耶稣单手内底讲愿恁平安，平安嘛一时尔，嘛无感觉就好啊，吼咧。所以嘛继续，但是因的好处就是讲，因会晓定定自执祈祷。所以呢，第五旬节这天，共阮呢就要自执祈祷，天顶有大声，亲像风安遐大声讲，有圣神的火，那火子安尼伫咧头壳顶，因好胆，因遐来受圣神充满了后，就好胆出去宣扬救主的恩典见证，安尼来。那么定定爱求讲圣神充满对无？其实呢，圣神拢伫咱中间啦。约翰福音14章的迄章你若读就知影，耶稣要上天前就甲咱讲安那，伊要找啥物款来？甲上帝讲要找啥物款来咱遮？保惠师嘛，保惠师嘛。所以圣神伫咱中间啦，是咱家己无去感觉尔嘛。咱要圣神的充满是爱安怎？我感觉我的体会是讲，爱直接读圣经，爱直接祈祷，甲上帝结连，圣神就充满你。每一个人的圣神的充满拢无共，有的圣神感动了，读这三圣经较早读拢无感觉，即摆读会流目屎，圣神充满。咱替人祈祷时会流目屎，圣神充满。吼，所以圣神你不管是从你中间啊，只要你有被结连，就伫充满你的中间啊。吼，咱会当时常有一款的体会。但是我是要想问讲，圣神充满了会爱安怎？敢若讲哦，我灵性足好个安尼尔。无够吼，咱来去传福音，歹袂晓传，做好见证吼。好，咱来唱第3节。求你那回团领我心，我盼等精髓。第五节，求你将天啊回来，向世界那平安，我以前会的乐天。第6节。第7节，至圣的心呀，我祈祷，我虽在最卑微，你来为赎恩典我喊，将来我的。所以咱这头知影讲，圣神亲像什么？风。亲像什么？火，亲像什么？钱啊！耶稣去受洗的时，我等受洗的时，圣神对天顶落来像钱啊！吼，伊的心态拢无共，总是咱体会拢爱共款，就是圣神充满了，咱要安怎做？诶，咱伫自己学开始，就拢有咧教圣神的规矩，对不对？啊，有诶人无去自己学无要紧，有几条规矩啊？9点嘛。吼，咱看咱咱规律伫咱中间啦，吼，来，咱头讲卖，真爱、欢喜、和平、忍耐、忍足、善良、忠实、温柔、节制、准则，对，安尼是较读书安尼搁较8吼。这是我为迄个咱的迄个中部行个啦吼。咱毋知，咱家己去想就好啦吼，咱有几项咱几项规矩，嘛咱会当来家己来勉励啦，家己来吼，看会当求上帝，互咱搁较结较一规矩嘛吼。好，最后咱用第1节，一摆大家细细第1节来准备咱的心。至圣的心，听阮祈祷，不责备你。
专心来做今仔礼拜。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求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闽南吟诗来学咯，新圣诗第157首，我心慕救主耶稣。我心慕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灵魂若死一半。爱得清气的水泉，互我罪过洗清，是对基督的保护得到赎罪正胜。请起立，咱吟全首。我心慕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暗无犯罪，灵魂若是一半。爱的清气的水泉，互我罪过洗净，是对基督的保护，得到赎罪正胜。心慕求你是大观念，感化我心的勇行，时刻关顾无停。我心慕主的忍耐，互我路上快乐，坚固我心无摇曳，福气在我心头。我心慕救主耶稣，只可变
千万为可怜我，照顾无论世事。我爱的主的主庇，你在达人过路，也在大行的七年，体贴biểu门苦事。我希望救主耶稣，不忘记你的名，看看天边眼光，才阮天无尽。主会所属的囝儿，我甲因同欢喜，因是阿拉主耶稣的天永远记你。请坐。下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周报第7页。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下面咱三甲来启应。今仔日咱要启应的所在，伫启应文第58篇，也是罗马人书第8章，圣诗后壁面启应文1103面。现就咱同齐来启应。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抗过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佮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愿互人看做特别台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请到这，咱吟诗新圣诗第222首，上帝做咱大大帮赞。上帝做咱大大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影风台，永恬安稳所在。请起立吟全首。
得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毋忘。互阮相比大英风台，应点安稳所在，全能保助阴蒙的面，成都徛起安心。上帝成就高野堂课，做阮稳当保护。情线也袂死作以前，世界也袂形成。伊对永远就是上帝，孤灯不变无替。对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一暝。暗时是假，实在真谛，一望你搁照过。光阴地过，亲像大水，一直互伊流去。光明富贵，万年民望，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阮代代帮赞，搁做将来愿望。不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阿门。请坐。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过去的一礼拜当中，你的平安高本同在，阮正兄弟姊妹会当伫你所定定的主日，同心欢喜，聚集伫你的圣殿，用诗歌来敬拜阿罗你，嘛领受你真理的话来启示阮，互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光灯，引带阮人生每一个路站。伫遮，阮也为着过去一礼拜当中，阮有意也是无意中所犯拢总的罪过，求拜上帝你来赦免。拜上帝，你知阮肉体的软弱，有时阵你看做是好的事，阮也想要做，却是常常延前。你所无欢喜的事，阮煞轻佻无放。求拜上帝，你无纪念阮的歹，你的怜悯、恩典、慈悲、悠然喜乐，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阮也为着众百姓的需要来恳求。这几年因为气候的变化真大，阮所徛起生活的所在台湾，常常有欠水的情形，特别是伫中南部地区，长期来无充足的水分、雨水来供应，致使阮无论伫农业、工业、商业，也是伫百姓的生活当中，拢有无利便的所在。最近虽然有落雨，总是无够热，但这时也有风台渐渐卷往台湾，求主透过风台，会当带来充足的雨水，也保守着众百姓的性命甲产业，伫风台经过的时阵，拢有平安。阮也为着教会各项的事工、福音的事工来恳求天父上帝你带领。伫7月份、7月初3、初4，儿童主日学要伫教会来举行夏令营。求主赏赐正当工有够额的智慧甲气力，互正当工对事工的备办到结束，会当伫主的厅当中，同心合齐，彼此包容三包容三听，也互在参加夏令营的这细囝对信仰的认捌会当加添。那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我们为着玉山新学院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无论伫因经常会的需要。伫因的招生、伫校舍、伫活动中心，也是各项设备、硬体、软体等等这些需要，恳求爸上帝你来带领及供应，也互正兄弟姊妹
同齐关心大道甲奉献，大家共同关心神学教育，会当培养更较侪传道者来为主做工。最后，阮也为着今仔日三甲自职的正兄弟姊妹，无论伫线顶也是伫圣殿，若是有人带着迫切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为着身躯的病痛，为着工作上的压力、甲学担当的操烦、经济上的欠缺，也是学生考试、升学上顺利等等，愿天父上帝，你拢会当互因的求讨得到成，因为有时阵，阮的求讨会因为阮敢若无逐工的读经，也无固定的灵修来亲近你，致使阮也会想讲，爸啊，阮的祈祷你敢会听？总是天父上帝，你有透过圣经来启示阮，你是信实的上帝，也是大有亏力的上帝。当你的百姓伫患难中的时，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你要听，也要拯救。愿阮每一位人，阮每一个人透过你一摆搁一摆的帮赞甲扶持，坚固阮的信仰。对安尼活出伫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生命款式。人就要对安尼来知，阮真正是主的门徒。阮将这个祈求摆在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愿你来成。阮众人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收束阮平安。阿门。下面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到第6节，以及17节到18节，伫新约圣经第254面。现着咱同齐来看，第6章第1节，所以基督道理的初学，咱暂且放下地，来第一进步到完全。免阁下地基，就是反悔来脱离这个死死的所行，甲信上帝。这个世的礼数以及换手，使人阁活，甲永远的审判，这个假施。上帝若准，阮就要安尼行，因为人已经捌得到光照，受到天理的恩赐，有份伫圣神，阁受到上帝的好话，甲得来的世界这个关联。第6节。后来的背叛就无为互因阁换心来反悔，因为因家己决定上帝的囝第12届来显明能力伊。17节，安尼上帝爱要给我显明伊的旨意为意义，互遐个承接应允的人知，才用救世来做证件，要对2项为意义的事，上帝所袂为白插的。互咱有大大的安慰，就是咱已经逃离来去所下伫头前的愿望。圣经读到这，献诗，先我对今仔日要献的诗歌，就伫五旬节迄一日。
下面讲到今仔日蔡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生命的钉。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我代表玉山新行医受派来到咱中间，伫遮来请安，来遮甲大家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伫讲到大声，我要先简单为着玉山新行医因的需要，在遮来呼吁咱众兄弟伫遮共同来关心。伫过去几若年中间，玉山新行医有起一栋新的综合大楼，因为拄着侪缘故，所以伫过去几年派即个贷款一直真辛苦，因上悬的时阵差不多有1亿外要2亿的即个负债，伫即几年的中间得到上帝大大的恩典。安尼渐渐已经将即个贷款会当降到差不多6、7千万。除了这个负担以外，我想咱诚做平地教会，咱需要来关心玉山新行医，因为玉山新行医是全世界基督教中间真罕得有的一间原住民的新行医，就是特别咧栽培原住民的传教者的新行医。咱知影伫台湾社会伫变迁的中间，其实原住民的社会地位因的身份，因种种生活的种种，会受到真大的压力、真大的变迁，所以教会嘛有真大的改变比如讲咱照咱即马人口的普查，原住民差不多35万。总是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原住民，其实已经刷到都市的生活，所以愈来愈多原住民的中会，因设伫都市的教会，哪来做过伫部落的教会，所以意思就是讲，教会一直咧变，社会咧变化，教会嘛对咧变化，所以新行医咧栽培新学生，栽培。新的一代的牧者，爱搁较拍拼，爱搁较努力。我有一个学生，伊是阿美族的牧师，安尼甲我讲阿美族有3个中会，这3个中会伫过来5年，差不多要退休，有差不多40、50位的牧者，总是现主时。伫南北新行医，或者是玉山新行医咧受造就阿美族的学生，一个拢无。所以意思是讲，其实未来阿美族会因为即个传教者无够，会受到真大影响。所以这个种种拢是咧提醒咱爱关心玉山新行医的发展，玉山新行医的需要。所以伫遮有3项事，伫遮甲大家做沟通。头一个，牧师伫遮呼吁咱兄弟姊妹，常常伫祈祷中间来纪念玉山新行医的发展。我毋敢讲咱逐工为着玉山新行医来祈祷，总是咱常常爱会记哩为着玉山新行医因的思想、因的发展、财务、行政等等，拢有上帝特别的恩典，有教育因的恩典来引带因。第二个，咱常常为着玉山新行医因的学生来祈祷，因的学生来祈祷。为什么要特别为着玉山新行医的学生来祈祷？我想头一点拄有讲到，即马新学生的人数其实是哪来哪少。总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个真大的挑战，就是玉山新行医伫即几年的中间，因还阁无法度教育部立案，所以递到新学生嘛哪来哪少。意思是讲，若要读新行医，因有可能去北神、去南神，总是因玉山新行医原住民学生嘛哪来哪少。所以咱特别为着玉山新行医的学生来祈祷。其实咱关心玉山新行医，咱就是咧关心原住民教会未来发展。所以第三项事，牧师伫遮呼吁。咱今仔日是总会所定
即个高山新人医奉献主日，咱照咱的感动，就是用咱周报内面所夹的即个奉献袋啊，照咱的感动，照咱的能力，咱为着高山新人医即个债务的需要，咱做伙来奉献。高山新人医纪念主日，就我所知影，伫即个月所收的奉献，差不多占规年度收入将近要1/4吼。其实高山新人医的教授，因到3月、4月吼，常常拢无薪水领，爱等5月奉献主日奉献入来，才会当补谢礼吼。所以这是高山新人医几十年来经营，就是安尼遮辛苦。所以伫遮呼吁咱兄弟姊妹，咱用听主的心，咱关心高山新人的发展，咱关心关注民教会的发展。像今仔日我用即款口头的分享，我相信各位应该是当唤起咱对高山新人医的关心吼。因为干事问我讲，牧师你来募款敢无放 PPT， 敢无影片？我讲无咧，我用口头讲的就好吼。我意思是讲，用安尼讲，我相信咱大家会当搁较体会啦吼。我想伫遮讲高山新人医偌好，拄偌好，其实较无法抓啦吼。较重要是咱知影新人医经营足困难的，这较重要。所以希望咱今仔日通过咱金钱的奉献，咱做伙来支持高山新人医。伫讲道进前，我嘛自我介绍，为什么我对高雄来吼？其实是安尼吼，我甲柯牧师是新人医，阮是厝边吼。阮两家的囡仔是幼稚园同学吼。许承恩甲阮囝是幼稚园同班同学吼。因同班2年吼。一直甲阮出国，所以阮有两家吼有真好的交情，所以拄好有即个机会，高山新人医的同工打电话问我，讲牧师，我们都没有人会说台语啊，你可以帮我们跑一趟台北吗？我说哪里？他说文山教会，当然我要去这样子哈，所以我都，其实我台北人吼，我艋舺人，我细汉到大汉我伫艋舺大汉的，我读西门国小吼，我艋舺人。所以我的台语甲大家共款吼，咱拢共一个腔口，咱拢泉州啦吼。总是我去高雄牧会已经超过20年啊吼，其实我即马变漳州。所以我一开始去高雄牧会的时候，会友拢讲牧师，你的台语怪怪呢。我讲我艋舺人啦吼，但是即马高雄住20几年，转来台北吼，我妈妈讲你哪会即马讲的台语我拢袂惯势啊！讲我咧高雄就甲遮就无共安尼啦吼。好，今仔日咱要来看希伯来书第6章。今仔日咱所读希伯来书第6章，是咧反映初代教会基督徒因伫信仰上迄款的挣扎。虽然咱毋知影希伯来书的即个受批的人是啥物人，甚至咱嘛毋知影希伯来书是啥物人，伊的作者是啥物人。咱嘛毋知影遮个人因住伫倒位，总是咱若对希伯来书对头到尾内容安尼几段的即个经节，咱甲综合起来看，其实咱会当看见，遮基督徒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因拢是犹太人，因拢有犹太教的背景。因信主的初期，是因为圣神的工作。来领受救恩，甚至经历着新热伫因中间有发生。总是即阵基督徒所受到这非基督徒的攻击，有人身体受到伤害，有的人伫官府的面前去互控告，有信徒所互关伫监狱，或者是财产互没收，承受极大的损失。希伯来书的作者称呼这个人因所经验的，讲是大征战的达款的苦难。这个基督徒的中间，有人宁可受苦，嘛无愿意放弃信仰。对教会外在的打击，其实
无拍倒这基督徒，总是伫这基督徒的中间，有一寡人煞开始因为社会对教会的打击，因就开始想讲要放弃因的基督教的信仰，想要转去原来犹太教的信仰。为什么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想要离开基督的信仰，煞要转去犹太教内面呢？这是因为伫古代罗马的社会，若要从事达款的职业，一定爱先加入迄个职业的工会，安尼才会当取得即个做工的资格。比如讲，你搞做衫，安尼你爱加入迄个做衫的工会。无正你有技术，你有这个手艺，总是若无加入相关的工会，你嘛袂使做迄款的职业。另外一方面，这个罗马人相信各行各业拢有保护的神明，这就亲像咱台湾人要做生意爱拜啥？爱拜关公吼，种田爱拜啥？爱拜土地公同款。所以加入工会，毋但咧取得做生意的资格，其实加入工会嘛代表你就爱拜迄个职业的保护神。伫罗马帝国的中间，敢若有犹太人煞免除即款的要求，犹太人会使免加入即种职业的工会。犹太人有特权，因免敬拜皇帝；犹太人有特权，免做兵；犹太人有特权，免纳税。总是伫迄当时的规定，若犹太人若离开犹太教去信基督教，因就无互看作是犹太人，因需要负担甲其他平民同款的责任。其实罗马人甲台湾人嘛同款的。伊嘛相信，即个天灾地变的发生，是因为安怎？地面上有人拜神明无敬虔，煞互神明无欢喜，所以加入工会无迄种无拜拜的自由。因为一个人伊若拒绝咧敬拜神明，因就认为讲会引起即个行业的保护神明的生气。煞致到所有的人、无辜的人，拢受到处罚。换一句话来讲，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因想要放弃因的信仰，一个上直接的理由，就是一个人信耶稣了后，煞无收入呢？那信耶稣无收入，你要信耶稣无？我唔敢叫大家举手吼，因为连我嘛唔敢举手。我是讲信耶稣无收入，应该无人要信耶稣啦吼，因为压力太大咧吼。所以信耶稣就无法度，因为咱信耶稣就袂使去拜拜，若无拜拜就袂使，人就甲你踢出去即个工会，所以生活会困难。所以对这已经信耶稣犹太人来讲，长期来看，信耶稣煞变做一款的压力。即个压力大到因不得不想到讲无归去来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转来到原地的迄个犹太教的中间。对希伯来书第5章11节开始，这个作者就针对这群想要放弃基督信仰、转去犹太教这个基督徒，讲因是食冷的，毋是食大饭的。讲这个人是袂会分辨是非的婴仔。到第6章第1节，这个作者佫直接来劝勉这个受批的人。伊讲，咱应该爱将关系基督粗暴的道理放伫后壁，佫较诚实的信仰来进前。我们应当把关于基督的初步信仰抛在背后，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如果咱若是看6章2节。作者所讲关系到基督初步的道理，包括啥？包括洗礼，包括换手，包括死人过活，包括永远的审判。
但是问题是，拄我讲的这几项，其实拢是伫福音书内面，耶稣基督伊亲身家己所教示的。为什么才会伫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作者说讲，这个道理拢是初步的信息，或者是讲信仰初步的阶段。其实，这个作者是用这个希腊文化伊的教育的方式来做说明。伫希腊的教育系统的中间，因上重要的叫做文法学校、文法学校。一个囡仔若会晓捌字，会晓读册、写字，家长就会甲送去这个文法学校继续来学习。这个文法的学校所教的课程上重要的，就叫做修辞学。修辞学，因为希腊人因真注重公共的演讲，所以一个人对细汉就要学习迄个表达的方法甲艺术。但是文法学校所教的这的修辞，伫希腊人的教育体制，只不过是所谓的这个教育的初步的阶段，教育的初步阶段。因为希腊人因真清楚。一个人，迄个学搁较侪的修辞，只不过是一世人学习的初步的阶段。因为一个人，一世人伫遐学文法，伫遐学修辞，因为伊爱搁进到下一个阶段，就叫做啥？就叫做博雅教育。好，就是咱即马大学所讲的博雅教育，还是通识课程。这款的博雅教育。嘛，毋是希腊教育的终点站。那是照希腊哲学家斯尼卡伊的观点，伊讲一个人学文法、学修辞，去接受博雅教育，迄个目的是要创啥？真正的目标是要培养一个青年人爱有好的品格。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借用这款的概念来劝诫这个受迫的人。意思是讲，检查你是亲身对耶稣基督领受伊的教导，嘛只不过是完成信仰初步的阶段。所以洗礼、还手、死人过活、永远的审判，拢是信仰的开端。这个作者呼吁受迫的人应该安怎？要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什么叫做更较成熟的信仰？这个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就是完全的信仰、完全的信仰。在信仰的内面，若照无相款的上下文，对完全就无共款的理解。如果咱若是放伫希伯来书第6章的上下文，这个作者认为讲，若要离开信仰初步的阶段。要迈向更较完全、更较成熟的信仰，要表现伫什么所在？要表现伫信仰上，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态度。所以，什么是成熟的信仰？就是要在信仰上表现出那种坚定不移的态度。就是讲，一个人若拥有迄个基本信仰的训练。只不过嘛是信仰旅程初步的阶段。一个人信仰真正的考验，是咧讲伊信仰要安怎应用伫生活的时，要表现出迄款坚定的态度。但是社会外在的压力遮尔大，基督徒是要安怎持守信仰，坚定脚步，会当继续更较成熟的信仰来迈进的。希伯来书第6章18节到19节安尼讲，咱遮的道避难所的人会当得到强国有力的鼓励，去掠掉迄个藏伫咱头前的望。咱有这个望，就亲像啥？亲像生命的钉，灵魂的锚，安全搁可靠进入长离后面的至圣所。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进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
圣殿上界稳密的所在就是至圣所，任何人拢袂话入去至圣所。检查是圣殿的大祭司，一年嘛只不过敢若是赎罪日，是迄一日会使入去至圣所。至圣所有放上帝约柜，上帝约柜就是象征上帝的宝座、上帝的临在。所以圣殿的至圣所甲圣殿的其他的空间，爱做一个真清楚的分割，就是用这个中间是用一块足大地的帐篱，一块大幔子伫遐来隔开。基督徒会当入去迄个帐篱后面的至圣所，就是咧讲人会当甲上帝彼此相亲近，亲到什么地步，就甲上帝亲自面对面共款。咱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若有法度甲上帝建立遐尔啊亲的关系，我相信这是咱基督徒生命上大的恩赐。总是人是要安怎会当进入迄个帐篱后壁的至圣所？这就亲像迄个爬山的专家要去爬迄个喜马拉雅山，要去爬8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这个爬山的专家要爬遐尔啊悬的山，需要啥？需要爱将钉仔钉伫迄个山边的内面，爱钉伫迄个石盘的内面。安尼锁仔绑伫钉仔的顶头，锁仔才会坚固。安尼扭迄个锁仔，才会当靠即个锁仔安全到伫山顶。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咱讲，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需要一个生命的钉，我们都需要一个灵魂的锚，就亲像一只船只，若是要停伫大海，船要停伫大海。需要啥？爱将迄个钉爱钉伫迄个海床的顶面，要把锚钉在海床上，安尼才会当提供迄个有够气力、稳固的迄个气力。这款的气力才会当抵抗迄个海流所带来迄个真强的迄个气力。安尼船只才会当安稳伫遐停留。生命的钉是啥物？生命的钉就是盼望。今日咱所读18节上尾一句话：生命的钉就是盼望。因为信仰所产生的盼望，带予咱生命的气力，带予咱继续向前跑走的气力，更较重要。因为咱有盼望，抵到咱的信仰，无抵到退步。因为有盼望，成做咱生命的钉，甲咱定调的。所以，咱继续进前的时，咱无抵到退后。咱基督徒伫台湾民间宗教为主的社会，咱是少数，所以咱真有可能一间公司几若10个员工，敢若咱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咱做基督徒，咱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安尼旧历7月中元节的时，咱基督徒敢着爱对咧拜拜？敢会因为咱基督徒无对咧拜，那将来工厂发生意外，还是工厂明年无趁钱，安尼有人怪基督徒，就是恁无咧拜拜，所以至到同事拢对咧衰。敢会讲为着无想过要成做正人指责的对象，所有基督徒对咧拜拜？这个妥协，伫信仰上的妥协，伫信仰上的退步。希伯来书的作者指责这个人，称作这个人是离弃正道，弃杀正道。希伯来书第6章第6节，伊安尼讲：基督徒弃杀正道，若是要转去犹太教的信仰，就是搁一摆将上帝的囝钉伫十字架顶，公然甲侮辱。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偌尔啊严厉的指责。对希伯来书第6章的内容来看，遐个想要离开基督信仰，转去犹太教的信徒，因毋是毋捌真理，因介了解真理，因为犹太教出来的人，摩西五经拢足熟的，
所以因毋是无真理呢。这个人毋是无信仰的体会。希伯来书甲咱讲，这个人因领受圣神，甚至严格讲起来，犹太教甲基督教嘛是敬拜同一个独一的上帝。转去犹太教，哪有啥物无毋对？总是这个作者甲咱讲一个人通过耶稣基督来认捌上帝，都亲像一个人就入去迄个至圣所内底，甲天父上帝已经起做迄个足亲密的关系。那一个人已经甲上帝起做遐尔亲密的关系，突然间讲，我无爱伫啊，我伫外口等就好。安尼敢毋是足奇怪？迄是真恶得想象的代志。所以一个人信仰的退步，乃是因为因的信仰，敢若想要停留伫迄个初步的阶段。直到因面对外在压迫打击的时，却无法度坚定信仰、坚定脚步，因敢若想要转去迄个舒适的地带。咱来想看觅，伫一间教会内面，如果每一个会友对基本的道理应该捌的拢了解，这毋是介好吗？但是这个作者却甲咱讲，咱若敢若捌信仰初步的道理，甚至咱有经验真丰富信仰的体验，拢无拄就是代表咱拥有坚定的信仰的态度，就是迄个成熟的信仰，就是迄个完全的信仰。所以，抵到外在的压迫临到的时，就想要妥协，就想要退步，无愿意为着信仰付出代价。拄好，咱已经有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咱讲，咱的生命需要一个强、够有力、安全、可靠迄个生命的定，才会当帮助咱去对抗迄个甲咱要往后壁扭的迄个困难。这个生命的定，就是咱生命的愿望。一个生命无愿望的人，目睭敢若看到现主时的利益；一个生命无愿望的人，别去思想明仔载；一个生命无愿望的人，伊就敢若一天过一天，安尼尔。所以，一个无愿望的人，伊袂想要去投资未来的代志，都亲像做事人咧种田，无愿望的人，敢若想讲今仔日也种，明仔载马上要收成，甚至会惊讲将来收成有可能会无好，所以规气甲种子直接甲卖掉。一个有愿望的农夫，其实伊的愿望是在伫讲，伊明白上帝甲伊同在，所以伊需要搁较努力。更加爱脚踏实地去经营伊的田，爱烧草就认真烧草，爱野肥就认真野肥，一点仔拢袂凊彩。这尔认真来种作，乃是因为伊的心中有上帝所来的愿望，就是上帝赏赐伊一支生命的定，这支因为信仰所得到的定。就是这个农夫生命的愿望，是这个农夫生命的快乐。因为这支强搁有力的定，所以伊知影，伊只要努力向前来行，伊一定会到伫终点的所在。就亲像这个爬山的专家，将这个有力的定，甲钉伫迄个山壁石盘的内面，只要因的身躯甲这个锁啊，拢做真好的连接，因免烦恼，因会落落来。因为迄个钉啊、甲锁啊会甲扭条条，伊只要努力往顶面、往山顶来迈进就好。所以讲到这，咱看到一个足特别的一个画面。一方面，上帝对咱基督徒的要求是讲，咱袂使伫信仰上来退后。咱袂使伫信仰上来妥协，安尼才会当互信仰继续往前行到完全的地步。总是另外一方面，上帝赏赐咱每一个相信伊的人，伊赏赐咱每一个人生命拢有一支定，这支定通互咱伫信仰上袂妥协、袂软正、
袂退后。当然，圣经读到遮，咱会问，甚至咱会怀疑，安尼到底牧师啊，你讲遮济基督徒的愿望到底是甚物？咱讲咱信仰上重要就是信心、仁爱甲愿望。牧师啊，愿望是甚物？但是咱要先肯定一件代志，愿望是对上帝来，愿望毋是自信。什么是愿望？保罗伫罗马书15章13节，甲咱一个，互咱一个上好的一个讲法。罗马书15章13节安尼甲咱讲上帝是赏赐人愿望的上帝，上帝是赐给人盼望的上帝。上帝是借着圣神的气力，互咱人大有愿望。一个有愿望的人，伊会表现伫什么所在？喜乐甲平安。所以，一个人有圣神同在，一个人因为圣神同在去经历迄个喜乐平安的时，伊就是一个有愿望的人。伊有勇气，有气力，继续向前来跑走。这就是愿望。所以，上帝所赏赐的愿望，毋是咧保证咱人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结局，乃是咧甲咱讲，愿望因为有上帝同在，咱得到继续向前来行的气力。事实上，当我安尼讲的时，一定有人无法度认同。今年寒假，我伫总会大专神学研究班，我分享的时，我有讲类似的道理。我讲了的时，有一个大学生，安尼目睭红红，安尼目屎力，安尼举手甲我抗议吼。伊讲牧师，我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我要过一日拢真艰苦。我的人生将来就毋知影什么叫做愿望，我的人生将来就毋知影什么叫做喜乐，什么叫做平安。你伫遮讲的，甲我一点仔拢无关系。你伫遮所讲的，对我太遥远了。你所讲的，上帝将来拢无赏赐一项互我。坦白讲，这个学生安尼甲我抗议的时，伫几十个人的中间，当面安尼甲我抗议。我煞硬伫遐，这个姊妹的遭遇，真正是我过去、将来都毋捌体验的。所以我唯一会当做的，就是为伊祈祷，恳求上帝赏赐伊有一支性命的行，通互伊会当面对种种的困难甲压力。通过今仔日的分享，至少咱会当确信一件代志。咱要迄个更较成熟的信仰来进前，毋是靠家己的气力，毋是靠家己的意志，嘛毋是咧靠家己的经验，乃是爱倚靠上帝的恩典。我所牧养的教会，阮伫50年前就已经建堂，总是50年前起的厝。无想讲爱设电梯，所以阮的教会无电梯，种种的设施、空间的设计嘛真无好使用。所以伫2年前开始，阮就想讲，是毋是有即个可能性，要来思考全部拆掉，要来重新来建堂。总是阮的教会，敢若有100个会友。100个会友超过85个，拢是7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大家拢无收入。所以讲要建堂，我对这长辈来压力有够大。有人敲电话甲我讲：“牧师啊，照我一世人的经验，起袂起来啦。好好啊，过日子你袂。”你无回无甲家己找麻烦，你毋知影晓？好，我这种电话我接几若通去啊！伫这个中间，坦白讲，几若摆我想要放弃，
甚至开好会前一日，即种的电话搁卡来。照我人生的经验，我甲你讲，台湾的经济无可能支持咱的台湾后壁莫讲吼。我敢若最后我敢若应一句话：建堂的成功，会成袂成，毋是你决定，毋是我决定，是上帝决定。咱叫做上帝子民。咱唯一爱做的，就是跟对伊的脚步，听探伊的声音。除这以外，我无其他的要求。伊讲牧师啊，就是你坚持啦，你坚持要起的啦，大家才会艰苦啦。我讲，毋是我坚持要起，这是我对上帝所领受的。如果上帝对你无感动，上帝亲身来甲你讲，伊会嘛甲我讲。我讲无起袂要紧，我毋是讲一定爱起，但是为了教会世世代代，咱的子子孙孙的需要，咱敢毋是安尼来想吗？我讲，咱足侪老人已经无法度爬楼梯到2楼做礼拜，咱敢毋是爱为着遮的长辈来设想吗？啊，我说你毋知影啦，遐行袂起来，莫来就好啊嘛。伫信仰上妥协，伫信仰上退步，这是咱常常拄到上大的挑战之一。但是你讲即款的人无真理吗？无啊！伊信耶稣一世人，爱上的课伊拢上过，伊太毋知影真理。所以真理要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其实是一个足大的挑战。所以毋是讲今仔日咱有照起工咧做礼拜，咱的信仰就到遐，无呢？其实这拢是信仰的开端，这拢是初步而已。什么时阵咱会成熟？耶稣捌讲一个譬如，伊讲有一个人，甲厝起伫山的顶头。请咱记哩，甲厝起伫山的顶头，耶稣伫迄个譬如内底讲一句话，伊讲起厝是因为安怎？因为风影会来。咱起厝是因为风影会来。如果咱若是甲厝起伫山的顶头，即款的厝无法度抵挡即个风影。所以意思是讲，将咱的厝起伫石盘顶，互咱的信仰会当定稳伫石盘顶，互咱迄个生命的定会当定伫迄个石盘的顶头。毋是咧讲咱的信仰偌伟大，是咧讲咱的信仰会当面对遮的打击。这是上帝所赏赐咱上大的恩典。我想咱在座侪兄弟姊妹，特别咱的教会100多年的历史，咱可能中间有人是第6代、第7代基督徒无的确，但是对每一代来讲，拢是信仰的第一代。对每一个人来讲，咱拢是信仰的初步。愿望对上帝所来的愿望，真做咱的快乐，真做咱的帮助。毋拿咱一个人领受这款的愿望，咱文山教会，咱做伙领受这款的愿望。我开始牧会时，我的教会上少年的一位55岁，55岁以上的上少年的是65岁。我伫遐已经12年，所以上少年的已经77岁啊。我的教会，我去牧会时，敢若有2个司琴，迄2个司琴合起来160岁。一个是裴明敏的表妹吼，伊今年90岁啊，还搁咧司琴。我甲我的会友讲，我讲咱毋通看咱老。
我讲上好，迄间教会拢袂老。我讲咱老袂要紧，但是咱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愿望。咱老袂要紧，但是咱的生命要有见证，咱的生命要有愿望，咱的生命要有快乐。我想这才是咱真正一个基督徒上该要紧的代志。有一个中会请一个足够的牧师来演讲，迄个牧师我讲哦，阮教会千外人，85%拢45岁以下。迄若超过40岁要来做礼拜，我拢甲伊介绍去长老教会。我讲上好，恁拢袂死。咱老袂要紧，总是咱爱有上帝对上帝所领受的愿望，咱对上帝所领受的快乐，咱对上帝所享受的信心伫咱的中间，咱活得比别人更较快乐，咱活得比别人更较有上帝的阳光伫咱的中间。阮的教会无啥，阮的教会4级长照据点，我敢若对因有3项代志交代。我讲哦，有3项事，牧师甲恁分享。咱的老人，第一个要活得精彩，第二个要病得轻，第三个走得快。感谢主，阮的会友拢安尼，拢无拖累着，每一天拢过来足精彩。所以我相信，这就是咱领受对上帝来恩典，咱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因为咱的改变，咱的事业、咱的家庭会得到更较大的祝福。咱三个阿头来祈祷。至圣的爸，你是愿望的主，你享受愿望，成做阮生命的定，互阮的软正的快乐的生命会当得到光强，互阮软正的脚得到坚定。求主大大祝福阮文山教会，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共同去见证，阮是一间有生命的定的教会，就是面对逐款的压力打击，总是阮因为你甲阮同在，你所享受的愿望甲快乐，互阮活出无同款的见证。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下面咱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神圣诗第591首，重实正信徒信用亲。重实正信徒信用亲第几个？信靠你的话，就找到活命路。耶稣，你以外无有名通倚靠，专心仰望你，免惊吓，袂失措。请起立，咱吟全首。用实正信徒信用亲第几个？信靠你的话，就找到我命路。耶稣你我无有命通倚靠，专心仰望你，免惊吓袂失措。勇敢搁壮大，我永袂放弃你，我
我要陪伴你，无艰难变祝福，因带个保护，互忧伤变快乐。拄着大试炼，就听传我命令，是路我稳定，你一生到野营，会也袂伤你，是照我的旨意，亲像莲黄金，正成价无通比。我我稳定，你心灵的安后，对得伫面前，你话得我听惜，魔鬼虽攻击，你灵魂袂受害，我要保守你，袂至到大失败。请坐。下面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坐。下面报告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金句咱要读2遍。金句，请，互咱有大大的安慰，就是咱已经逃避来禽所下伫头前的愿望。咱为这个愿望
亲像灵魂的钉，趴伫场里内，坚固无遗耍。希伯来书6章18到19节，搁一摆，互咱有大大的安慰，就是咱已经倒撇来前所下伫头前的愿望。咱为即个愿望，亲像灵魂的钉，趴伫场里内，坚固无遗耍。希伯来书6章18到19节。接续圣工分担，伫遮请咱大家家己来看，有担任服侍圣工的同工8点半，有做组织做服侍前的祈祷。拜三早间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林中和执事。下礼拜主理礼拜是柯牧师主理，圣经节圣诗启应，请咱家己来看。好，接续咱看到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的部分。第一点，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教会欢迎寿山中会卢雅教会蔡牧师来请安募款，请兄姐来关心带到玉山新学院的事工。第二点，圣礼典后礼拜咱教会要举行圣礼典。当天是为着咱牧师馆、目沙馆的奉献，请兄姐备办心。第三点是白话礼班，下晡1点到2点，伫地下室1楼，要上白话礼班，请有报名的同工，准时参与，也有备中昼，准备中昼顿。第4点是咱儿童主日学的需要，因为咱儿童主日学要伫7月初3到初4，伫咱教会，伫咱教会举办夏令营，因为是伫咱教会举办，要直接过暝，所以儿童主日学需要要互遮参与的遮细囝，有一个洗身躯的所在，所以若是住伫离教会较近，会方便提供你厝内浴室的部分，咱才甲干事，或者是甲这主日学的同工，才甲因讲，互因会当来备办来按算。第5点是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要开会通知，后礼拜下晡1点伫目沙馆，咱要召开2023年第一遍筹备会议。接续会要开礼拜组的会议，请所有的成员来参加。第6点，请牧师来。咱看到周报的第8页是咱后个月真紧1个月阁过亲像拄蔡牧师所讲的，咱毋是无愿望咧过，咱是爱有一个愿望咧过日子的。所以后个月生日兄弟姊妹，咱在场的咱要为唱生日快乐歌，以及要为因祝福。像在场的遮生日的兄弟姊妹，请你起来，阮为你唱歌，为恁祝福。来，请起立，莫歹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来，搁一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同齐为着因来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有一个生日，互阮会当甲遮生日的6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同齐欢喜快乐。过去主你安怎引带带领遮的兄弟，只是恳求你。将你的恩典、疼痛、你的平安、喜乐，悠然享受伫因的心内，帮助因，互因伫每一天拢听到着主你的话语，每一天拢过着欢喜快乐的生活。愿主祝福伫因的身躯顶，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后个月若看到因生日的日子，拢爱甲因讲生日快乐哦！咱个拍一拍，甲因讲生日快乐，请坐。这是要来介绍来宾。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4位新来的朋友是义宏的朋友，请也介绍。各位兄弟平安。平
安。我是叶宏，其实是有6位啦。有2位是进前大家已经捌见过面，但是我也是甲因介绍者。一位是我中研究院的同事 Josh， 另外一位就是Formosa学院阮专属摄影师 Super。进前捌看过因，请因起立者，佮大家请安者。Josh，please stand up and Super。谢谢谢谢。因为 Josh 其实伫去年圣诞节甲今年的国华节，拢有来参与伫咱的礼拜内底，已经开始要变咱的好朋友啊。因为伊讲伊伫台北住10几年，已经变做堂堂正正的天龙国人，但是伊阁想要阁较本土化，所以伊讲伊想要学台语，所以伊就定定甲我讲，希望有机会会当来咱教会来参与礼拜，所以以后我定定会带伊来。大家也看到伊定定甲教台语，啊，今仔阁有4位是台湾民团协会的朋友。台湾民团协会是按咱台湾民间家己发生生出来的一个行动咱真强的民防组织。以后Formosa学院甲台湾民团协会有真侪合作，所以今仔有这个机会，阮邀请因4位。来参与到咱伫长老教会的礼拜，互因甲咱长老教会有较侪的人脉。其中因的秘书长陈丽仪，其实咱先介绍因的名好啊。秘书长陈丽仪，个民团协会的理事陈英斌，个2位兄弟王立德甲蔡平远兄弟。叶德兄甲平安兄，因原来是住伫文山区，所以以后有机会，原来会带过来参与咱的礼拜。丽仪伊本身嘛是咱长老教会的会友，伊伫双连教会咧聚会，伊是加入双连教会嘛无偌久的时间。本身伊是外省第3代，但是加入双连教会了后，原来真认真咧学台语，用咱教会白话字的系统咧学台语，所以。伊即马拢甲大家讲，请咱大家叫伊陈丽仪，毋是陈丽仪，所以咱敢若甲伊问安请安的时阵，甲讲陈丽仪。伊听着讲教是要学台语嘛，讲我遐有足侪白话字的教材，会当甲伊分享，真有心的一个新的会友。搁即位英斌兄，伊是真专业的防灾师，所以今仔日邀请来咱教会，我请伊，我看来带伊参观一下。看咱教会内底内外看卖者，请伊嘛，互咱互一寡防灾避难的一寡专业的建议。好，咱来用扑克来欢迎伊，感谢。以上。好，欢迎今仔日所有的新朋友，以后也常常会当来到咱同齐来敬拜上帝。好，最后，咱来为着教会能力的肢体来祈祷，求主来医治，求主医治因伫病痛中痛艰苦。这是咱来吟刷笔变的诗，新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刷，请蔡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更变就你，也应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保护你，守住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咧，对即时到永世大无信，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请咱彼此请安，散会。